我叫做 Kenny， 好多朋友都會叫我做 Caesar 嘅。我最中意四圍去跑步，亦都有參加過好多超馬嘅比賽。今年我搞咗個癲傻220公里嘅約跑活動，約埋一班跑友一齊咧環繞九龍新界跑一個圈，一齊挑戰自己跑步嘅最高里數。我覺得班人一齊去做一件事咧，透過大家互相支持同埋鼓勵，係會更加容易完成我哋嘅目標嘅。